请讲师慈悲，乾道一鞠躬，坤道一鞠躬。讲师好，请坐下。目前人人师各位贤贤大德，大家早安，大家好。早安。非常的感谢大家咱出席吼，若无恁我徛喺遮，唔就要甲啥讲吼。所以看到大家非常的亲切，因为这是咱的我们的家啦吼。所以回到家里的感觉很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后学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这里的环境后学很熟悉感觉到那种氛围很好，那个磁场很好。那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上天慈悲，祖师的弘旨。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老前人的伟大牺牲，我们一手大仙的一个利益，我们前人的栽培，我们父前人的提携，以及各位点人师给后学的一个引荐，让后学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来学习。这是后学感到非常荣幸的地方因为我们在神岩山受训的时候，我们的指导讲师，我们的总召拢甲咱讲啦，咱南部拢老得亲的，你爱讲台语啦，袂听无啦，后学讲我讲你惯势即摆讲台语讲袂三连灯的，所以压力足大。当然，当时就是讲，国语要转台语搁顿地呢，搁想一个啦，无真正转袂啥过。但是今仔日的学校学习袂晓用台语讲的，你着原谅着较温存着较讲台语啦，顺啦当然，咱着较会努力，尽量用台语来表达。当然，咱迄事不达意的所在呢。咱会当恳求咱福建人各位人士，各位人士甲咱做指正因为毕竟着较在所学浅可能讲因为人讲人生都在学习中啦，由细汉到老来，到即摆嘛共款都在学习。那今仔日学校要来甲大家学习的这个主题，叫做《道德经》48章。这种叫做为学立业，为道立顺，这台语啦所以咱甲看，这个头学接着这个主题，像无咧，头前是假话咧，后壁是简化咧，为什么假话甲简化，若要讲以世俗来讲，会安尼有冲突呢？尾一直研究，一直研究。到尾融会贯通，无冲突呢，那个角度不一样，那个思维不一样，它没有冲突所以为学立业，咱着学自细汉13岁，国校毕业去到台北，要求生活为了要生活，要生活要安怎？要学专长跟一技之长所以较早毋捌。但是要求生活，要趁钱嘛，爱学师13岁去台北学师一粒仔囝，咱着去台北学师你敢知影？啥物拢袂晓，袂晓要安怎？爱学，学啥？阮头家娘生4个囝，这4个囝拢着较骗大。安怎骗大？因为我都袂晓你叫我。做工课，我迄也袂晓，迄也袂晓。伊讲你甲我带囡仔，尾囡仔带着艰苦咧。我一个人讲，
我是大汉囡仔，大汉一岁啦尔吼，啊要带细汉囡仔嘛真艰苦啦，哦啊所以伫遐嘛咧活咧，所以人生足活，啊对遐开始去带囡仔，哦啊囡仔着放落爱换着厝仔咧，啊袂晓咧咯，哦啊咧考啊要安怎？有当时啊去考到地啊，单到拍学生体咧，哦啊所以有当时啊。这拢咧学，哦，啊事实上就是安尼，啊所以啊，咱咧学诶物件，一工一工一直增加，但我讲叫做加法啦吼，伊累积啊为着生活，哦啊相对，当你生活有法度过诶时阵，你爱为着啥物爱？哦后壁甲恁讲啦吼，为着咱一代书因缘来学，哦，因为有缘我细汉哦，阮母啊生落来。甲我带去求道，啊求道了就毋捌人，啊就煞去啊，因为迄阵都细汉囡仔囝无去求道，囡仔捌一个啥毋捌啊。但是大汉了，人就咧叫啊，你讲哦，某某人啊，你爱来听道理哦，啊叫他就去听，我听无啊，啊听无会懒啊，啊咱就无想要去啊，啊无要去一届，人来叫一届，两届。三届，一届上甲我叫你知？谢依兰，依兰，咱依兰小姐，甲我叫三届，伊袂愿甲我叫啦。啊，伊无甲我叫，我嘛心咧麻烦啦，因为你都我都听无，无爱去，啊你甲我叫，啊所以你甲想，伊咧信用学道无简单，啊这过只三届伊就袂愿甲你叫啊你吼，啊所以啊，很多的道亲就流失掉了，啊，这是有限的。哦，啊，咱来进入着今仔日的迄个经验。咱学啊，咧上完三学习的时阵，阮的主导老师当我咧来讲，你爱写较少的啦，啊讲较济的啦，啊头壳着歹，你知？要写较少，要讲较济，遐生机发晓呢，啊机要安怎生，叶要安怎生，啊你着爱深入。人讲啊，一门深入啊，慢慢去学，慢慢去学。按遐少2字尔，毋知，啥物毋知，逐项拢毋知的时阵，就是拢毋捌的时阵，你爱学，爱安怎？为着生活需要学，叫做需求，需要去学，为着生活，你嘛着学。袂晓去捡字纸，你嘛着去捡字纸就对啦。啊，所以你爱学，咱学了，咱讲哇，我若遮不足，哦，足济不足，啊，足济毋捌，哦。知所不足，知影讲哇，我哪毋捌食，这也毋捌，遐毋捌，哦，啊毋捌了原理学，迄需要学个原理学是无共意思呢，需要是为着环境所逼爱学，这个原理学就是我为着要知影，我愿意去学，这自动自发的，迄个学的自然，迄个动力，迄个效能，迄个效果会更较好足济啦吼。啊，这内底咱着想，有当时啊，就是讲，咱咧修学道来到道中，哦，小等下讲着啦，因咱晓啊，入啊道中了，啥物都毋捌，早参事家礼嘛袂晓，早暗现象嘛袂晓，哦，莫讲办道礼节嘛袂晓啊，讲三宝佫较免讲，啊，你啊看这一路来拢袂晓哦，所以袂晓爱学无，需要学。啊，你若无学，你甲我当兴邦了缘，无机会呢。人讲某某人啊，你会当来献果无？讲我着袂晓啊，啊袂晓你无学，你哪有法度了缘？无法度呢。啊，咱甲想，咱若无学，咱敢有了缘的机会无呢？吼，啊，所以你啊看，知所不足，我愿意学。你个愿意就是自动自发，人无班，我要套班呢。爱有即种自动自发，会安尼道中的成长会呢？大家若拢有安尼咧想啦，无班讨班啦，哦，啊讲较歹听，咱若安尼的时阵，顶悬哪有安尼呢？你无设班互咱学嘛袂使哦。来继续说咧，咱以民主原学文之道无他，求其放心利益啊。其实。学文字道有他，啊若字文解足简单。伊讲学家问内底有学问哦，叫做西文嘛，学问。即个学问内底无即个道啦，无别项啦。
尤其放心伫咱都会讲的吼，所以咱兜若有一家仔吼，日时啊若走出去，暗时啊若无走转来，会爱去找无？会呢。咱许啊比一个呢，我钱袋啊拍面，比如讲你的钱袋啊拍面，你会当去要找无？内底有证件有钱呢，啊我的钱咧拍面会去找无？会啊。但是咱的心去拍面无感觉，袂晓要去找，啊这足可怜的。所以民主甲咱讲，仁者仁也吼，啊义者道仁之道啦。所以你看，咱咧行的是仁义之道，啊讲啦，民主甲咱讲，你仁无简单的吼，啊所以学习的目的，咱就是爱去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咱为虾米要学？为虾米学了再学习？学习了后，咱会熟悉。应用在咱的日常生活。那学问之道，就是要创新，伊的目的，学问学问的目的，就是要互咱创新。创新就是要增加迄个价值观。比如讲，遐我想一个物件，一直创新，一直研发，一直改良，这个价钱愈来愈好，伊个价值观无共款啊，卖价钱无共啊，遐咧做头路。开发物件一直咧创新，一直咧改变，所以伊的价值无共款啦吼。这是咱民主甲咱讲，咱许啊做一个浅学啦吼，淡薄仔看外的心就甲咱分享。来，学为道，而且咱依着孔老子讲，自愿五十有，五日之学。32日，42不行，不行50日知天命，60日逆顺，70日将心所欲不忘记。其实吼，咱甲想，我从即马生落来到即马，着学嘛要达到70安尼。这个要70岁，人孔老子伊讲，伊15岁至于世迄日志学。其实，若要甲讲起来，是只学咱的专长尔。你啊看咱即摆社会，即个时代社会，学校咧教的拢是专业知识。伫即个时阵，即个孔老子的2000多年的迄个时代，共款啊，伊嘛是为着生活，伊的专业。你感觉？而且，即个重点，至于写咧写什么，就是咧治道。至于道，孔老子讲伊15岁就至于要修行学道安尼，毋是咧为着后天咧保佑，要来趁食，用即个身躯尔呢。所以遐伊有法度成为一代圣人，人有伊的认知甲看法。伊迄阵知影要学道啊，就对啦。啥物叫道？要去做道。在学道过程当中，你也看你就咧。你孔老子迄个年代，他的礼是很重要。但是基于孔老子一直咧推广人道。人道的内涵，你一定要依礼。你对人有礼，坦白讲，事事都能够顺心啦32日，因为伊3岁就死老爸。然后伊17岁，伊娶某。伊本来就是咧学，因为细汉的时阵就咧学礼嘛。学礼你也看，咱即马道中咧办丧礼，伊就是咧帮忙，咧分迄啦丧礼的一寡礼仪。伊嘛咧做团工呢。迄阵做团工就是帮忙人啊转去，帮人做迄个，人讲五子孝，伊拢咧人孝你甲哭的时阵，就是讲团工，迄阵嘛是咧修理咱妈妈。坦白讲，老爸3岁死了，因家因老母因为是欠嘛老爸，佮出来，所以就互赶出来啦。伊就无伫咧孔家里面人看无起啊，所以就带咱去后头厝。带咱后头厝，因为阿公伊捌伊，所以甲伊教。慢慢阿公外公转去了。伊即马知影讲妈妈的迄个经济负担真重，所以伊宁愿去外口偷啦，咧读册之余，偷做团工，
趁钱来补贴妈妈的经济，啊无真困苦。所以咱甲看圣灵，伊的经历拢是足艰苦的吼。所以30伊开始入了着即个事业，这毋是事业尔啦，就是讲你该趁的吼，就是断工趁钱。所以人若讲有人，咱二手大声讲若有人落事啦，所以事落业，叫做事业。所以32伊就有家己的事业，帮人做后事迄个礼啊，40而不惑，40岁的时阵伊就无喜喜啊，到50岁知天命，因为迄阵伊了解大自然，所以道德经内底有一种甲咱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伊知影自然的迄个定理了后，伊无去记忆啦。所以伊知影迄个理了后，有当时就讲伊咧学着经，慢慢伊会了解，但是道中有当时咧讲，学着经会走对迄个外口，去共想命，去共看地理。其实伫遮易经内底，你若我都来转化，你可以在道中里面的一些道理都是很有用的所以咱要来善用60而年以顺，就是讲60岁的时阵，啥物无共款的意见，对伊拢无去影响他的思透每一个人想要的是什么，他清清楚楚，不会袂去动摇啦。到70岁，你看咱之前伊要70岁对吧？伊所心所欲不厌其伊足自然，我要想要做啥去做，但是我袂忘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空老无助的迄个心境偌悬啦所以咱晓得伊着空老无助的一生伊若要讲故事足长啦，咱就来浓缩啦第二点，学，咱今日来学第三道。咱佛陀甲咱讲佛陀初证道的时阵伊讲其在，一切众生该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正经，所以咱大家拢有迄个本来的良心在，因为咱去了着妄想的迄个心，执着的心，所以袂有法度看到咱本来面目。对即个经典的内容来讲，就是讲咱有一个自信，咱心内拢有一个真主人，所以就较免讲三宝的时阵，拢会陪一个人。迄个人头一位较长啦，第二位较短啦。第一位代表着咱的迄个先天，天命之为性，中央甲咱讲迄位对天来，咱迄点叫做灵性，天命之为性，咱的性拢对天来。后壁即位较短，即位叫做父精妙业所结成的即个百类，即个若无迄点认真的啦，即个敢有路用？无路用的。若无路用，你着讲较歹听，迄点命去互脱去，你即个着死有目睭袂当看，无作用嘛。所以你来看即个臭美人。若要讲起来，讲无重要的，毋过修学着爱照家修真嘛足重要的。无甲顾好阁袂使，尤其即马进入了老年人啦安尼慢慢遐酸遐疼啦器官慢慢退化，你看骹头有当时要跪袂落你知道？所以就开始咧练即个身体啦，所以去参加迄个返老还童去做动工，去拉河车，去做精工，就是迄个啥瑜伽鼓咧，咧扭腿真正艰苦咧。你老你知道扭袂拗嘛拗袂落啦，但是嘛爱拗你知道，叫做刻意，爱勉强无你身体愈来愈歹。咱就讲后摆毋通安尼去遐舞弄安尼就毋好啦，所以身体爱保养啦学头一个学道在日常，咱